咁跟住落嚟，我就會示範一下將膊頭承受個人體重嘅訓練動作。咁首先咧，將隻手放喺張床上邊，手指向外側指住，然後將健側嘅手慢慢撳去患側嘅手。呢個時候，你患側嘅手會開始感覺到壓力。咁因應住病人對疼痛同埋壓力忍受嘅程度，酌量可以增加或者減輕患側手部受重嘅力度。固定喺呢個位置10至15秒之後，慢慢將健側嘅手打返開，放喺健側嘅膝頭上邊，咁樣為之一下。然後我哋再重複將健側嘅手由膝頭慢慢移向患側嘅手，10至15秒之後，再慢慢移返向健側嘅膝頭。